台铁高雄左营机务单加油设备站发生命案，这63岁姓洪的员工，因为到暗时拢无回到厝里，同事去找人的时阵，才发现伊死伫咧做事的所在，后壳有可能是去互门件焊着。这警方调监视器锁定另外一个40岁员工，在去查的时阵，想袂到伊竟然对这4楼跳到2楼露台，上骹骨折，暂时无生命危险。不过，这位遭获警察录的员工，唔承认犯案，相关案情也搁伫咧调查。救护车紧急来到台铁高雄左营机务端加油设备站，63岁洪姓男子无喘气，到病院进前死亡。案发现场非常的偏僻，是管制区，就要经过2道关卡才会当入去。死者有可能是互钝器牵伫后脑来死亡。我只知道他们家人有打电话，但是他们没有，好像没有接。他没有接啦吼。战区里面有2道关卡，2道保全，所以说我们初步研判应该是熟人。死者是厂区内底加油设备站的员工，原定1号下晡4点下班，说到半暝拢无倒去厝内。厝内人请同事看，才发现伊死伫办公室。警方研判案发的时间可能伫早时10点。调监视器锁定一名伫工厂区无共工作领域的林姓同事，有可能有嫌疑。早时前往查访的时阵，伊说为4楼跳落到2楼的窗仔台，双脚骨折送病院，意识清醒。当事人他没有承认，所以说一切都还需要用无罪推定原则，还在侦查当中。有一个救护人员爬去4楼，伫咧个包包的，包包甲救落安尼。嫌犯讲伊无做，初步摆除双方面有金钱的纠纷，警方会持续来调查2个到进前有冤家过，才会当了解到案情的全部。记者王刘婷、陈hen坤报道。